大家好，我係 Kitty。我哋平時間唔中咧都會買豬肚去煲湯。今日同大家分享4個簡單步驟洗豬肚：沖、剪、搓、煮，加2種材料就可以省力清洗豬肚。4步輕鬆去腥味。買咗豬肚返嚟，第一步沖洗，先沖洗外部，翻過嚟內壁，再沖洗。第二步去油，用鉸剪剪去白色嘅肥油、黃色嘅薄膜同埋小粒嘅淋巴，呢啲就係肥膏啦。呢啲嘅腥味呢，直接可以減半㗎喇。再沖洗一下。第3步用粉同白醋、乾麵粉揉搓，吸附髒污，鹽加白醋短時間抓洗，抓油2分鐘，軟化殘留黏膜，中和啲異味。跟住返去內部，用乾麵粉再加白醋一齊搓佢，去走呢黏液。跟住沖水。第4步，冷水焯水，冷水加薑、料酒，放入豬肚，煮滾咗2分鐘之後，撈出嚟，表層黃膜一刮就甩㗎喇。如果再見到有白色嘅油脂粒，亦都可以同時間剪走佢。呢4步洗豬肚嘅方法，你有冇領會到啊？個豬肚清洗好之後，就可以愛嚟煲湯，或者切件愛嚟做餸都可以。今次我哋呢個豬肚係加咗黑枝竹、銀杏、鹹酸菜去煲豬肚湯。我哋通常都會喺秋天或者冬天煲呢個湯，建議你先收藏呢個食譜，秋天或者冬天嘅時候可以試下煲呢個豬肚湯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